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咱拢知讲台南好食的料理，踢倒街满满是。结果2022年，米其林指南带路册，台南煞无着顶，互人跳过人过。大家真好奇讲评选的标准到底是啥货？嘛有真侪网友讲一句公道话，讲到毋那台南，高雄好食的料理共款嘛侪侪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。台湾有人情味，嘛有足侪好食的料理，而且呢，台湾这个美食的宝岛呢，嘛叫世界看到啊。亲像这本是必必顶的推荐内面呢，就介绍台湾在地的，而且呢，袂收贵的餐厅，用1000块就会使食3项菜，会使讲是足亲民的美食的指南。而且今年的必必顶的推荐内面呢，台湾就有141间的餐厅有入选，除了台北甲台中，今年台南甲高雄是第一届加入评选。必必顶推荐是来自米其林的指南，米其林指南会甲餐厅分做3个等级，1000、2000甲3000。伊是2017年的时阵来到台湾，是所有的最爱食料理的人最关心的指标。米其林指南爱安怎评分呢？伊会参考实在的品质。总铺师的功夫，佮有这料理内面呢表现出来的个性，佮来是大碗佮满钱。所以今仔日阮来参考必必顶的推荐，我来报你食好料。首先呢，阮就来到台南，就会想到牛肉汤。这间是康乐街的牛肉汤，内面用的牛肉是现台现切的，佮南控汤。伊切出来的牛肉厚薄拄啊好，出来牛肉汤呢是香果甜。佮来是这间大勇街无名的咸糜，伊是用紫色的饭，佮有沙白鱼，佮有蚵仔，佮南控汤。伊的米饭呢是淋。佮来是这间路线的米糕，顶悬有起酥、肉丝，佮过仔年，伊的米糕呢是甲卤酱卤去好软，食起来伊的口感是足 Q 的。刷落来，带你来看是高雄，高雄嘛有足侪好料理，亲像这间是牛翅的油肉，伊是67年的老店嘛，伊是用当日现台的油肉，用冷盘、用菜，也是用炖的，拢有无共的气味。再来是这间桥边的蚵肉，伊是家己炼的蚵油，佮加上台南的红葱头，人客拿来这间餐厅，拢会点一碗蚵油饭。再来是这间鲜香小食店，内面的料理伊是用在地五蚵仔，佮有笋仔，做出因的招牌手路菜。蚵笋控肉，观众朋友也是有到南部来佚佗的时阵，嘛会使参考这个料理的名单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我甲镜头希望移动主播。